台中福寿山农场千樱园有悬2200公尺，会使讲是全台湾上悬的樱花园，占地呢有13公顷，有6000多丛樱花，包括着灰牵樱、富树樱、昭和樱等6个品种。目前灰牵樱开花是1成到2成，预计呢按9号开始就会当去欣赏。花开呢大约已经有到6成到7成。另外呢，苗栗公馆呢，甲西潭高界这协分宫哦，四周围上千丛樱花，即马若开啊定水，你也吸引真侪人去赏花。苗方就表示讲，这今年花期会当继续到2月底。在公馆西潭高界山区的协分宫，海拔有超700公尺，附近种真侪山樱花，阁有一寡吉野樱、甲八中樱，种上久的有超30年。为公馆乡的山路入去大溪社区行庙24线，会当直接驶车驶到遐。上山的路不是会当看到山樱花、阿里亚花嘛咧开始开花啊，正做馆内赏樱花正兴的所在。很漂亮哎，很盛开。对，然后就是交通还是什么。位置都还蛮好停车的。秋天、冬天有下雨，花苞就会饱满，开的花也会比较大朵。协分宫的人讲，目前樱花已经开有8成以上啊。虽然花无开到真密，不过花拢真大蕊，到2月底拢是赏樱花的好时机。另外，福寿山的樱花嘛开始咧开啊。山顶赏樱花景点福寿山农场内底有一个千樱园，包括灰牵樱、富树樱、昭和樱等6个品种，粉红啊色樱花加上远远的山、甲蓝色的天，光景实在真水，唔免去日本同款有出国的感觉。现在绯寒樱开花的情况是大约1成，那到下个礼拜约8号、9号，它开放将近6到7成，是最佳的赏樱花的时间。福寿山的千樱园初九开始开放参观，赏樱期嘛一直到3月底。民众想要欣赏山顶樱花开甲真旺的美景，脚手就要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